各位觀眾，你哋好，歡迎收睇呢個短片。我係浸信宣道會啟業堂嘅牧師廖金輝牧師。我哋教會咧喺九龍灣彩霞道78號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嘅裏邊。喺呢個中秋嘅佳節就來啦，係咪？我好想送大家一份嘅來自天上嘅中秋禮物，因為咧當晚有個嘅佈道會，個主題係何處是我家。大家知道啦，呢個家庭啊，最近呢個家庭咧好多嘅紛爭，好多嘅問題，家不成家。我都好想揾一個理想嘅家，良好嘅家，能夠咧有溝通嘅家。當晚咧就有一個好好嘅佈道會，因為有好嘅講員陳淑娟牧師嚟到分享信息，亦都有陳毅、陳嘉敏夫婦嚟到分享見證，有樂隊嘅嚟到演奏同埋獻唱。你會問日期幾時啊？就9月19號星期六晚嘅7點至8點半。我再講一次啊，主題喺邊度啊？就係何處是我家。地址咧，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喺九龍灣彩霞道78號。我誠邀大家邀請埋自己嘅所有嘅家人一齊出席，攞到呢份中秋節嘅禮物。何處是我家？到時要見到你，拜拜。